好，接下来这道面疙瘩，我相信非常多的华人一定都不会陌生哦。我记得，面疙瘩我们家也常吃啦。是哦。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哦，我第一次飞到新加坡的时候，因为我以前在华航上班嘛，那我们一些资深的大哥大姐就说：“哎，新加坡有一道东西你一定要吃。”观众朋友猜是什么？是面疙瘩，他们叫做片儿汤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天哪，片儿汤在那个大排档里面也是大排长龙，我非常的惊讶。我想，天哪，有那么好吃吗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到了那块土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哎，那个片儿汤怎么比我爸爸煮的还好吃？所以，我们今天来看看宇轩啊，要呈现的片儿汤啊，就是这个面疙瘩。先面粉嘛，面粉我们敲一颗蛋，要是中筋面粉嘛，哈，一般，中筋面粉我们敲一颗蛋嘛。好，我们的中筋面粉打一颗蛋进去，然后我们加适量的水哈。通常我们这个面团是不是就是说，一般就是说像我们的耳根呢，耳根子那么软，是这样吗？还是你们有特殊的不一样的这个柔软度？你们觉得做面疙瘩，做出来的面疙瘩，煮出来你又觉得说，哎 ，Q 度也够，然后弹性也够，然后又不会太硬。有些面疙瘩不好吃是我觉得它好硬哦。好硬哦，因为有些人的可能是面粉的比例吧，比例上，我们这样做的比例吧，因为我有看过有些人他们是做那个加一点太白粉，我觉得新加坡的片儿汤有加太白粉，太白粉嘛，可是他们是说太白粉会比较滑一点，对，你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水分要多哦。对啊，我们要把它搅拌均匀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搅拌均匀，我们要先烫。所以这个湿度是看自己喜欢都可以啊。因为我们只要水的分量跟面粉的比例，我们调一调。等一下就用穿烫的，这个是有比例的。好，水滚了吗？跟我们家做的真的不一样哎。我们这样子一颗一颗大概就是这么大颗。烫起来它就会比较平均，每一颗都一样。好。哎呦，这个方法还真的是，我觉得应该是很传统的做法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沾到水之后就会下去。对，我刚还很害怕它一直粘在汤匙上面。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的，小小的。所以我们要快一点，不然前面的熟了，后面的才刚下。你们家是这样做吗？我们家不是，我们家的面比这个还要，就是我们会变成像一团一团，然后再把它撕下来丢进去。撕下来。所以我们叫猫耳朵嘛。就是这样撕下来之后就扁扁的啊，所以不是那么糊啊。这种就是一条这样子对的形状啊。这个就是以前我爸爸常常在做，尤其那个时候，台风天的时候，台风天因为外面没有卖菜嘛，然后我们家几乎都是吃这个。有没有？它只要顺着一个动作，非常快。煮一碗就够了吧？好，再一下嘛。因为我在炒，用一份用炒的。也可以用炒的，然后一份也可以做汤，就这样。做今天宇轩教大家做的这个面疙瘩，就是很单纯，就普通的面粉买来，对不对？加一颗鸡蛋下去，增加它的香气，然后也有很营养嘛，全蛋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把它。那这个如果说我们煮好可不可以我们煮多一点，然后冷了之后呢，放一点油，然后把它冰起来，放到冷冻库，要用的时候才下来煮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口感上也不会差。那就很方便啦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多做一些。那我们就放给他看，我们切料。好。我们切香菇。就好像炒乌龙面一样啊，一定会有香菇啦，对不对？炒半条。
炒板条也是差不多。对。还有我们这个香菇哦，可不可以替观众朋友问一下？其实我自己也很疑惑啦，因为每个人讲法都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这个香菇，我们讲了好几次嘛，怎么选择香菇？当然就是形状要完整啦。好，还有我们在泡香菇的时候，宇轩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，到底要怎么泡，你这个香菇的味道才会保存得很好？怎么泡？有的人说你根本不要泡水，你就是在水下面洗干净之后呢，然后放一点糖，然后就用一个密封的把它盖起来。里面都不要有水哦，因为它受潮刚刚的那个水就会让香菇柔软，然后你拿出来你就觉得香菇很香，不然那个香菇最香的都在水。你可以把水留起来拿来炒菜啊，其实没有错啊，但是有时候我不想要我的那个菜的颜色那么深的时候怎么办？怎么办哦？所以你都也是一样吗？少一点水，少一点水，因为如果它泡不到的话，我们用油纸袋整个把它密封包起来。哦，然后在那边挪来挪去，切来切去。对，也不用切啊，它整个密封，它就整个会那个被水分，它会吸水，吸到水分啊，水分吸到就会软啊。好，其实我们面疙瘩如果要用炒的话，基本上都脱离不了这几个调味的，最主要我们就是蒜头，对，蒜头一定要有。好，都浮上来了，我们的面疙瘩。哦，那就好了。哇，做的时候不觉得多，煮出来发现它变好多。所以非常简单，非常快啊。好，提醒观众朋友，如果你真的做很多要冰起来的话，最好就是弄一点油，好，才比较不会呢一坨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要先做炒的吗？我们料可以一起炒。料一起炒，我们再把一半的料拿起来，再加高汤煮汤，然后料再回炒回去就做炒。所以刚刚你会直接用这种面粉汤吗？对啊，这是面粉汤就好了，它的面粉鲜甜味比较不会跑掉。那我们先爆香它的炒料，你的蒜头你这个蒜头为什么你是故意切的那么大吗？对啊。为什么你不要切成薄片？薄片哦。因为我这样子，它的香气，薄片的话爆出来有没有？怕焦掉。很快就焦，然后香气不会说保留那么多。哦，我第一次看到只用绞肉来做这个面疙瘩。绞肉？因为以前我爸都是用那个肉丝哦，肉丝或者是用那个肉片呐。我们慢慢炒到快要熟了。好，那个蒜头就比较比较大颗，就比较不会那么快化啊，难怪那么快焦啊！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宇轩这个蒜头切的也不是很薄片哦？这个方法好哦。然后我们带一点那个酱油，酱油是要它的香气。然后油葱酥，这绝对不可少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的虾米，哇，虾米来了，不是开洋哦，是我们一般我们台湾的这个观众朋友很常听到的，叫做黑皮，就是虾皮，对不对？把蒜苗下去了。我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胡椒粉？胡椒粉我最后再下，我们习惯是最后放。我捞一半的料起来，等一下用炒的。来，那我们高汤给它下去了哈。
哇，好香哦！香菇、虾皮、蒜苗。那我们放适量的盐巴。那个煎鱼粉，就是一般市售的那个大喜啊。然后再来我们的胡椒粉，然后我们下一半就好了哦，一半等一下煮。要炒的嘛哈。哇，好吃哎！我已经在流口水了。哇，这个时候又要把刚刚我们的这个香菜放下去。对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练疙瘩呢，都炒的汤的完成了。好，呈现给观众朋友，这是一个料2个吃法，一汤一干的哈。然后好，现在我们要用炒的，炒的有什么不一样？炒的，就是炒一点酱油的。就像炒乌龙面一样咯。对，类似。其实都可以啦，你要炒 XO 酱在那种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对呀，都可以，都很搭的啦。因为你就把它当成像炒板条啊，炒河粉啦。然后我们带一点那个酱油，然后再来你的胡椒粉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呢，宇谦帮我们就是带来的，可以说是多一道用炒的，对，比较方便。所以其实是3道，都是非常家常，也很家乡味道，很眷村，让人家很眷恋、很怀古的味道。希望观众朋友呢，可以做做看，因为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会觉得是一个很浓厚的那种家乡味的东西哦，眷村味。对，眷村味儿。好，我知道有的饭店那个餐厅呢，就叫眷村餐厅啊。尤其在台湾，现在很流行这种眷村味哦，因为很多味道即将失传。